即届美国大选的投票，各地投票所是无传出重大争议事件。也其中，伫咧内华达州的体育馆是有真侪球迷选民走去遐投票，就是为着要摕到球队出的已经投票的大纸来做纪念。另外，伫咧国际太空站是有4位美国的太空人，嘛成功透过卫星传资料完成投票。 伫咧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进前接受审判纽约市，伫纽约市立大厦保鲁克分校的投票所，一早起就真侪选民来投票。虽然有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讲，川普的经济议题较好，是较适合的总统连选。不过，随机接受访问的多数的选民，大部分拢讲因支持贺锦丽。 有真侪川普支持者的佛罗里达州，伊的粉丝等是川普的翁仔，会伫投票所外口跳川普的扫沙舞。不过，有选民一直到最后一刻，一个伫咧甲贺锦丽邮票。He thinks he owns the flag. The flag is owned by all Americans. 有美国上侪阿拉伯的选民的密西根州，阿拉伯的选民薛哈讲，川普甲贺锦丽伊拢无介意，理由是因两个人拢无认真看待中东问题。 无法度有效互战争停来。The Arabic community here in this election, they divided between some couple need Trump, couple need Harris. No need to vote anyone. 关键的摇摆州内华达州，美式卡球迷来到拉斯维加斯独技者的主场中式体育馆，大家拢是为着要投票了，会当摕到这张球队的大纸。 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大学的麦迪逊分校投票所，有真侪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。选务人员就正用心讲解安怎投票，互因有较好的投票体验。因若至少伫国际太空站的4位美国太空人，决定毋是伫投票日即天投票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是简化投票流程，一寡太空人透过电脑将选票写好了，加票资料透过卫星传转来地球。 自6月就进驻太空站的太空人威尔摩，吹过加田纳西科技大学学生伫咧对谈时阵，就证实伊已经投过票。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。